车头来去台南北门的南二线路边双边拢有大丛树啊、南洋杉。啊，毋过呢，即马游客发现讲，有几十丛的树尾拢互错掉。区公所是出面解说讲，主要是考虑安全的问题，惊讲刷落来风太贵咧到位啊，风若伤透，会甲树啊扇倒去。透往台南北门乡村滨海游憩区的南二线，每若经过通看到双边路边有青艳艳的南洋杉，即阵有10几丛树啊，互人长头式修整。实际到场在地里面无奈摕出去年风台天南洋杉散倒伫路边的相片，原来是影响到里面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委求由公所来处理。真离谱啦！我之前经过的时阵吼，遐全部树啊拢足济，啊，毋过即马看迄相片，我惊到全部树啊拢剩一半。风台天也是风大。较过来变的去互公所，甲伊较紧过来救的无，暗时啊人啊迄边徛过吼，拢造成有人受伤过啊。啊，出入去去公着要安怎？要叫送负责，啊，我这个讲歹的，无赔偿啦。区长讲会安尼生，主要是南洋杉无像其他的树啊通收树身，因才会修正树啊的管道。另外，因为北门挖海土壤咸粉悬，故来造成石bud无好探紧。每若东北季风，树啊根本砍袂掉。在地里长无奈表示，无征收袂使接，围厝后壁嘛种树，恐惊连厝顶嘛会讲歹去。安全一定爱兼顾咧，啊，毋是美观，啊你美观是原来爱着，但是哦，安全你再无晓，你咧倒咧，像去年我拄啊报9丛。南洋杉会一直长到3、4楼高，啊，变成说就头重脚轻啦，啊，所以导致于说吼，你老公不管怎么有一些风来吼，就很容易倒塌。种树虽然美观，毋过爱考虑周边环境，像这种大丛的南洋杉，若不幸倒去，毋是3、4个人来领，就发到山顶动。在地人发声问政府注重人民的安全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